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9月18，诗篇46篇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：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难，是患难中及时的帮站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到海中，咱拢免惊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拢免惊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永活、永存、永远甲阮三角地带的上帝。你的灵敏无穷尽，你的信息到万世代，你的国永无摇动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对过去到现在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，你是患难中要及时帮咱的天父。主啊，世事变化无穷，万物改变无常，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到海中，环境困难重重，危险临到，伫无法度意料之中，总是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溃难，你是阮逐时的帮站甲保护。因为有你，阮就无惊灾祸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要成做咱的避难所，也要成做咱逐时的帮站甲保护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